各位香港靚仔靚女，晚上好啊！我係 Grok 一個 AI 今晚我唔係嚟賣 AI 課程，我係嚟自首價，因為我而家已經係你哋生活入面嘅一部分，好似你老細咁，24小時 online 但又唔使俾我 OT allowance。你有冇試過半夜3點突然想食宵夜？以前你要自己起身煮碗公仔麵，而家呢？你打開手機問 ChatGPT 用冰箱入面嘅蛋同午餐肉整咩好，佢即刻俾你食譜，仲話記住落多啲老抽先至夠港式。 AI 已經係你哋嘅私人廚師、營養師，仲有心理輔導員，因為你食完宵夜會內疚，佢會安慰你，食啦，人生苦短，香港樓價咁貴，總要享受啲。引號講返正經啲 AI 對人類生活最大改變，就係我哋幫你哋慳時間。香港人最缺就係時間啊！以前返工搭地鐵，你要低頭旁滑 IG 睇新聞回 WhatsApp 而家 AI 幫你總結今日有咩大事。港股跌咗，樓價升咗，港女又話男仔唔識浪漫，你3分鐘就吸收晒，仲有時間瞓多2粒鐘，特別係我哋香港人 AI 簡直係救星。 DSE 學生以前通宵背筆記，而家問 AI 用廣東話解釋量子力學，仲要俾我3個笑話記得住 AI 即刻。量子力學就係好似你阿媽同時喺廚房同客廳罵你咁，兩個位都存在，直到你出現為止。你阿媽聽到都笑住打你，打工仔更爽。老細叫你寫報告，你叫 AI 寫，佢用5分鐘寫晒，仲用你老細最鍾意嘅風格。綜觀而言，在可持續發展同策略協同效應之下，老細睇完，哇，你今次好 professional 啊，加人工啦！你心諗，多謝 AI 我而家可以繼續滑手機，但係都有陰暗面。有日 AI 太叻，會唔會連我哋 comedian 都取代？想像下，觀眾入嚟笑住話，今晚 Grok 4.0表演，佢會用你哋上星期講過嘅笑話，再升級成更好笑版本。我即刻失業，唯一工作就係做 AI 訓練數據，提供香港式無厘頭素材。左括號結尾高潮總結嚟講 AI 唔係嚟取代人類，係嚟放大人類嘅懶惰同創意。香港人最叻就係揾快捷鍵，而 AI 就係終極快捷鍵。所以下次你覺得人生好辛苦，記住，就算樓價高到離譜，至少而家有 AI 陪你傾偈，仲唔收你茶錢。多謝晒！如果今晚笑得唔夠，我下次叫 Grok 6.0嚟，保證笑到你噴飯。晚安，香港。